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他。现在，让我们用祷告的心，一起来关心教会圣工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。今天是代降节第2主日，我们以信心迎接圣诞来临。下周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，台湾圣经公会董事薛伯赞牧师前来本会证道，本会许牧师前往东门教会请安。下周日下午1点半举行儿童圣诞欢乐派，佑心幼儿园不开放停车。本会与卢凯中会茂林教会是伙伴教会，下周将举行宣教合作展约的签约。本会许佩文传道、苏娟会长老、陈真真长老以及陈宗慈师母将代表参加。本会预备2022年月历，每家1份，欢迎至招待桌索取。12月19日举行圣礼典，以下是报名洗礼者，请代祷。圣诞真平安系列活动已经展开喽，各场次时间请看周报，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。2021年圣诞节活动预算为38万，请兄姐持续代祷与奉献。12月19日中午12点半于教育馆 B1 爱家团契举办圣诞爱餐，采群组报名，译者请于12月10日中午之前报名参加。欢迎兄姐以汇款或定期自动转账的方式参与奉献。另外，为了因应网络报税之普及以及节能减碳，本会有申请综合所得税扣除额单据电子化作业。以上相关授权申请方法，请至招待桌或办公室洽询。本会李养浩弟兄于12月8日入伍，今天晚上7点半举行入伍壮行家庭礼拜。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与医治。感谢神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喂养我们。今天的金句在周报第1页，我们一起来攻读2次。请腓立比书1章6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美好的工作的，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，必完成这工作。腓立比书1章6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美好工作的，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，必完成这工作。会众请一同站立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掌管天地万有、施公义、好怜悯的神，你是信实的神，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你的话语立定在天，永不废去，直到千年。这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以欢喜感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恳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无比的荣美，看见你大能的荣耀，也让我们手洁心清，谦卑敬虔，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与你面对面，与你亲近，带领我们进入那更深之处，更多与你连结，也让我们虚心领受你宝贵的恩膏和话语，安然享受在敬拜中与你同在的平安和喜乐。主啊，今天是代降节第2主日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代降节时期再一次静心思想，我们对你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？我们有血肉妇人摸着的信心吗？我们有雅鲁
他的信心吗？我们对你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？但愿我们的信心是以马内利，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信心，是不凭眼见，并牢牢抓住应许的信心。主啊，更愿我们的信心是放手，让你完全掌权的信心。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信心的功课上面得着领悟和激励，好让我们随时装备自己，随时预备好自己，以完全倚靠顺服的信心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因为我们深信，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主啊，恳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让我们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，时刻渴慕寻求你的真理，一生遵行你的旨意。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和隐而未现的过犯，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与诱惑。恳求圣灵浇灌我们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圣洁器皿，好让我们活出合乎你心意的美好生命，好让我们的言行举止见证你荣耀的生命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圣灵的同在，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恳求圣灵高摩许牧师的口，传讲你的话语、真理和奥妙。恳求圣灵开启我们属天智慧的灵，让我们有虚心受教的心和恭敬倾听的耳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和力量，也让讲的和听的同得福分，并得着益处。现在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开口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亲爱的主，我的心渴慕你，你是全地的救主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直到主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认得见你的容面。敬拜赞美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全
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必欢喜迎接我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被兴起奔走出道路，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，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全地的救主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被兴起奔走出道路，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，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全地的救主，
牵着声音海叫声。全能的父上帝，这真的是人类最奥秘的一件事情。你降生在我们中间，也是我们在待降节期最盼望的。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来预备，因为你给世人的恩典，这样的一个拯救，超乎人的理性所能明白，却是我们的生命真实的需要。仰望交托，愿主圣灵今天在我们的中间，让我们亲近主，经历天父上帝你亲近我们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请坐。我们再次欢迎弟兄姐妹，大家一起来敬拜。有许多久久没有见面的，大家能够回到家里来，实在是非常好。特别今天要介绍一对夫妻，林银成、石佩龙夫妇。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拍手欢迎好吗？林银成、石佩龙夫妇啊，欢迎你们请坐请坐。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教会，但是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，这实在是我们最喜乐、最高兴的事情。特别是我们在待降节期为主预备道路，是今天我们第二个主日待降第二个主日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我们都还记得，当第一个主日上礼拜我们在提到要用信心，今天是用信心，为什么用信心来领受第一个主日我们所经历到的耶稣基督的光，就像你看看这个马厩上面那样的一个光照下来。所以我要请坐在这个地方，在待降第一主日，我们的主题是盼望的弟兄姐妹，把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，你们那边看得到的，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住在幽暗地的有光，有光照耀在他们；住在死荫之地的有光照耀他们。所以我们第一个主日，当人在幽暗，当人在黑暗、失望、害怕中间看到光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极大的盼望。就好像我们走了好长好长的隧道，你如果开车，纵使隧道里面都有灯光，你在开雪隧的时候，经历过那种心情啊，终于到了12公里多，不管速度如何。但是当你看到那个终于快到郊区了，然后反向终于快到平林了，你看到那个，那是一个极大的盼望。耶稣基督诞生，就像生命盼望的光照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我们第二个主日，我们要用信心来预备。我们首先要请燕平执事带领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1章76节到80节。这是祭司撒迦利亚他所颂赞而且所预言的一段话。我们请。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认识救恩。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和平的路上。这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坚强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出现的日子。这一段是施洗约翰，传统上我们称为施洗者约翰。他的爸爸施洗约翰那时候还没有成型啊，他还没有成型。当他诞生的时候，他爸爸宣告了一个预言。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一段，但是我们首先回来看看，在这个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——圣诞真平安。这种平安不是在地面上我们所经历、所营造的安全感。你到底要营造怎么样的安全感才足够？
到底你需要存款多少才足够？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说，他想要预备买房子，他说牧师啊，这个头期款要大概几百万才够。我说这个不一定有概念，看你是买在蛋黄区，还是你想要能够远一点的地方，到底头期款要多少才够？不知道。你到底要预备多少那个安全感才够？你的学历，你读书要努力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才够？你的房子要怎么样的让你住舒适，才会有安全感？在地面上所说的平安，其实是满足自己的安全感，但是那个安全感常常一刹那之间就破灭了，一刹那之间就破灭。不管是你对爸爸妈妈的期待，对孩子的期待，对你伙伴的期待，对同事的信任期待，这些所建立的安全感都很快都会破灭。但是我们盼望在今年的圣诞，你能够从耶稣基督领受到真实的平安。这不是一个在天空飘扬的平安，这是会落实在你所遇到的艰困中间。特别在你艰困的时候，你要去经历到圣诞真平安。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，你把握今年教会各团契、各小组、各个特别聚会的情境，你能够邀请朋友一起来。代降节整个的主题，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吗？我们这段时间要复习金句啊。约翰福音1章14节怎么说？整个4个礼拜就在讲这句话：道成预备来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恩典与真理。这是整个代降节的主题。然后第一个主日的经文呢，我们上礼拜刚刚念的背了，就以赛亚书9章2节，有光照在我们中间。第二个礼拜呢，以信心，如果没有信心，所预备的会很肤浅、很浅薄。你不相信那件事情，你还在预备，你不会用心。你不相信说今年下半年可以出国，你说你现在在预备出国，做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放着，可以走的时候就拿着就走，不可以走，反正那个行李箱就放那边。但是如果你很确定今年下半年你要出国，你的预备就不同了。信心跟你的预备有关，因此呢，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么说：预备来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最重要就是第二组那个信，信心就在这个地方。超越人所能理解的上帝的爱，竟然借着道成肉身来我们中间，这没办法用理性、用人的角度、科学的角度来解释。可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现上帝是爱，这是要用信心来经历，而且实际的经历，以便于进入永恒的生命。当然，我们常常会提醒16节要跟17节连在一起，因为上帝的爱不是要来审判，不是要来处罚，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，上帝乃是要使人得救恩。所以16节、17节它连在一起。今天是代降节第二主日，一开始有2位小朋友带领我们点燃2根蜡烛，提醒我们进入了更重要的一个时刻。所以我们要再想一想，代降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50年前，这位主教、这位牧师，也是一个在当代非常让人家谦卑学习、以灵性闻名的牧师舒曼。他有一句话被2次战后的工商界大量引用，他说：“不要问这个世界需要什么。”有一句话是说：“不要问这个世界给你什么，而是你可以为世界付出什么。”但是他这句话，他是说另外一个角度，你不要问这个世界需要什么，需要太多了。要问的是你自己有什么，你有什么，而且不是你能够付出哦，是你有什么可以让你生命充满活力，让你充满生命力。有一件事情，有个聚焦，有一个关怀，有一个动力，让你会充满生命力。如果这样，你就去做，
如果这样子，你就去做，因为你会像那只蝴蝶一样，你只要振翅而飞，你所展现出来的那蝴蝶小小的风，它必定会成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个帮助。所以说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不是看别人，先想想你自己有什么样可以让你能够充满生命活力，然后就去做吧，就好好的去做。针对待降节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这是盘点和调整我们生活的时刻，使我们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有爱人的能力，并做出贡献。走到哪里去都要想到，我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我的头。我越来越认识自己有什么样生命的活力。我可能比较像耶稣基督的那个第4个手指头。你想想看，第4个手指头做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让我充满生命活力，所以我就展现出第4个手指头它整体功能的部分。常常想到我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会变得更有爱人的能力。不是说你不爱人，是常常没有能力爱，不想爱，不屑爱。但是如果常常想到我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，他为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会发现你会学习牺牲、无私、愿意就去关心，就去爱人家，真正的做出贡献。这是苏曼牧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在这个盘点跟调整的时候，盘点什么？盘点自己的生命。调整什么？调整自己的脚步，调整自己的方式，调整自己的付出跟人的互动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。其实今天的经文是一个故事。他路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在希律做犹太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。亚比亚班，如果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，就会看到大卫把所有的祭司，从亚伦来的这些祭司分成24个班，亚比亚班排在第8个班。一年有52个礼拜，把重要的月节啊、五旬节等等这些抽离以后，有48个礼拜。每一个班就一大组，有时候700-800个人，将近1000人，就负责一个礼拜。这些祭司要负责圣殿里面献祭的事情，他去带领弟兄姐妹祷告的事情。但是这一班的祭司里面，每一天要抽一个签，进入圣殿里面。我们看过圣殿里面，他在那个地方，他要点香，进入这个祭司应该做的事情。你想想看，一般的祭司将近1000人，一年才有2个礼拜他们服侍，然后2个礼拜才有14个人可以被抽签到一天进去。他那天就在那圣殿里面烧香祷告，中间空档要出来，百姓那么多，为百姓祝福，然后他还进去一天在圣殿里面，那么多人，很多一辈子都没有被抽到签。在这一班的祭司，很多人没有抽到签，所以被抽到是一个很重要、非常高兴、喜悦的一个服事。圣经一开始说，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代伊丽莎白，所以一个祭司他的妻子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传承操练，那对这个祭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。所以当这一天他抽到那个签了，刚刚我们提到了，他就进到主的殿里面，第9节进到主的里面去烧香、点灯、敬拜、祷告，然后时间到，他出来为大家祝福，祝福完就进去，有一点像如果这几年你曾经去罗马、梵蒂冈，很多人都会安排在罗马的时候是礼拜3可以到。因为礼拜3是教宗出来为大家祈福的时刻，哇，几十万人、几万人就想要挤在那个地方，等着教宗出来，就像这样。所以百姓知道祷告的时间
祝福的时间快到了，很多来献祭的，他们就在外院，在以色列院，就在那边大家集合起，等着祭司出来。这一天很奇怪，百姓在外面祷告，等着撒迦利亚出来祝福，竟然没有出来。原来在里面发生了奇怪的事情。撒迦利亚在烧香的时候，百姓在外面祷告，但是在圣殿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，向撒迦利亚显现。撒迦利亚看到当然就怕了，因为这一把年纪了，听其他的祭司进来烧香就是尽诸般的义，行礼如仪，然后要注意时间，要出去帮大家祝福，然后进来以后不要把时间忘掉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那怎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？如果你回去看这段时间的经文，这位使者跟撒迦利亚讲话，上帝要祝福他们，要赐给他们一个孩子。撒迦利亚心里疑惑，我年纪那么大，我太太年纪也大了，不可能生孩子。因为这个念头，结果撒迦利亚怎么样？撒迦利亚怎么样？变成哑巴，他讲不出话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念头，他怀疑我怎么可能还生得出孩子呢？我太太年纪也大了，怎么可能生呢？使者说：“因为如此，你不能再说话了。”所以，当上帝的信息临到撒迦利亚的时候，是他在圣殿里面。撒迦利亚抓住了在圣殿跟上帝亲近的机会，安静心来等候。上帝的声音常常在那些安静在殿中等候静听的人里面。那个圣殿呢，可以是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个礼拜堂。我们曾经有姐妹一大早6点半就来这个地方，她说：“牧师，你可以开门吗？6点半我需要祷告。”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6点半来，她到7点半再去上班。她相信，在上帝的殿中，她的祷告，上帝垂听。上帝的殿在哪里？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说：“上帝的灵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是上帝的殿。”所以你有没有用心灵诚实？你有没有到上帝面前来聆听他的声音？撒迦利亚抓住了那个机会，这是我们在代降节第2主日，我们说用信心预备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他说了一段预言。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1章，你往前推，从65节、68节开始，你会看到他这一段预言讲两大部分。那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段很重要的。他说到74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无所惧怕地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。这是撒迦利亚是祭司哦，先知说上帝的话，祭司是带领人到上帝面前来献祭，然后带领上帝能够让上帝能够进入人的心里面。祭司是做祷告献祭，先知是将上帝的话语传给百姓。他是祭司，你看路加福音第1章说，他这个时刻上帝的话临到他，他成为先知。他先知的话语有2大段，第一段的结论就是75节，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无所惧怕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。他好久没讲话，哑巴，等到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一讲话，第一段的预言是跟百姓说，我们可以侍奉上帝，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上帝。为什么先知预言讲到这个？所有先知的预言的话都会连接到第一个先知，在摩西那个时代。出埃及记第5章第3节，我们写了，预备来，求你让我们往旷野去，走3天的路程，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献祭，免得他用瘟疫、刀剑攻击我们。这是撒迦利亚之前1400年前的事情。摩西在埃及跟法老讲的话，带领百姓出去，
最重要不是要去流奶与蜜的地方，是你给我们出去3天的路程，我们再要那个地方献祭敬拜耶和华上帝，是为了做礼拜啊！我们要离开工作，离开做奴隶的地方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撒迦利亚做先知的话语是连接在一开始成为奴隶、被束缚在死荫之地、在幽暗之地、在没有盼望的地方的情境。当我们被光照，我们出来用信心预备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要亲近上帝，要敬拜。撒迦利亚讲的预言的第1段，在75节做结论是这样。我们今天燕明执事带领我们念的经文是从76节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这是撒迦利亚祭司今天承担先知的角色所讲的预言的第2个部分。孩子出生了，经过了10个月，孩子出生了。他看到孩子，家族要帮这个孩子取名，可能叫彼得，可能叫路加，可能叫什么，结果就还是问爸爸好了。可是爸爸不能讲话，撒迦利亚、哑巴，他们就拿了一个石板，那时候没有黑板，拿一个石板给他，他就写约翰，这个孩子要叫约翰。他们家族有人说，这不行，这不是我们家族的名字。我们很难想象这个，在原住民的部落比较多这样。这不是我们家族的名字，你不会用。你可能可以用阿公的名字，用阿祖的名字，用爸爸的名字，你不能用家族以外的名字啊，那是认同啊，那是一个传承啊。竟然他写这个孩子要叫约翰，他写完以后就用先知的角色讲话。第1段我们刚刚说了是要侍奉上帝，第2段就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孩子啊，你要成为那个至高者弥赛亚的先知，在他前面为他预备道路。这是我们今天读的整个经文最重要的，为主预备道路。所以过了30年以后，约翰在旷野，上帝的话临到他，他走遍约旦河一带的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免，就像以赛亚先知书所说到的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。预备来，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，为被主的道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凹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笔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。凡有血肉之躯的，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。上帝的救恩要临到。如果我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石头卡住了，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荆棘、忧虑卡住了，这个救恩就被卡住了，就进不到我的生命里面。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在提的不只是福音朋友，我们传福音给他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生命中间常常在路旁，我们太多世间的活动了，我们越来越世俗化，就好像田边的路被人家踩，被这世界上的人踩了变成很硬很硬。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，已经到门外一直敲门了，我们都不开门，因为我们的心太硬了。我们忙于第1桶金，我们忙于要买几头牛，要买第3间房子。为什么要3间房子？要给儿子啊，还要买第5间房子，要给孙子啊。我们忙于这边，还要去清点，还要去交屋，我们忙于这些事情。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救恩临到我了，但是被这世间的忧虑、这些繁杂的事情卡住了，就像荆棘一样，救恩没办法临到我里面，充满太多的石头在那个地方，高高低低，使耶稣基督谦卑自己，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，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，进不来啊，进不来。所以为什么说预备主的道，不是主需要预备道路，是我们自己需要被预备道路啊！以色列百姓就像马拉基书4章5节所说的，来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，
他们认为弥赛亚要来之前，以利亚会来，因为以利亚没有死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死，他是坐有火的战车过去，他会再坐那个战车过来。他一来，后面就是弥赛亚君王要来了。他们是这样想的，竟然700年后、800年后，这位祭司敢讲这种跟他们几百年来所认为的先驱者、先行者不一样。他说：“孩子啊，就是你，你要成为弥赛亚的先知，在前面预备道路。”所以他在要讲的是人的心要怎么预备啊？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今天的经文这么一段，好几个主题提醒我们为主预备道路。每个基督徒的一生，其实你都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元素促成。上帝让很多的机会，天使天君引导你，让你能够跟耶稣基督相遇。不知道在哪个时刻，不知道在哪个场景，你会突然经历到那又真又活的上帝。他真的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引导你。所以刚刚撒迦利亚他所宣告预言的第一个，跟孩子说你要为主预备道路；第二个，他说叫上帝的百姓罪得赦免，认识救恩。认识救恩非常重要，否则你就轻看他了。你不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宝贝，你就轻看他了。我常常告诉那些想要买东西的人，我说你好好看清这个的品质，那你就会珍惜它。你们如果朋友在一起的话，你就会好好的认识他，你才会珍惜他。青年男女在一起交往，当他们如果想要进入婚姻，要找牧师来辅导的时候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我跟他们分享，第一次我都会问他，我会问男的，你为什么要决定跟这位在一起？美丽的孩子那么多，那个同学这么多，你为什么担任这个？反过来我也会问姐妹，为什么是他？我觉得他坏习惯一大堆，胡子也不刮，常常穿拖鞋哈。你为什么觉得是他？我叫他们想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他很孝顺，他对朋友很好。”他说：“我说这个不成立。他很孝顺，以后他跟爸爸妈妈住，你要跟他爸爸妈妈住吗？不要把他的普遍优点当成吸引你，当成你看中，那这样就表示你不认识他。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？到现在走了3年5年，为什么？”他们就哇，一被我问就回去了。第二次再来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哪件事情让你眼睛一亮？哪一个生命特质让你觉得，纵使有千山万水，我仍然要跟他在一起？把那样的理由给我，我才帮你们证婚。不然的话，证婚完还要负责后面离婚，那太这个世代真的这样哦，挑战很大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知道，要真的认识上帝。道成肉身的救，你才会珍惜啊！不然你青菜随便啊，就像当兵的弟兄姐妹都遇过，给你方便，你当成什么？你当随便啊！第二个，叫百姓罪得赦免，真正的认识那个救恩，让我整个人苏醒开来，哇，得自由。撒迦利亚跟他儿子的预言说了。第三个。上帝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照亮在黑暗中死荫的人。这种照亮让我们得医治，学习饶恕。饶恕不是说应当承受的惩罚一笔勾销，没有一笔勾销的事，而是那个罪责得到豁免，有其他的人帮你代替，耶稣基督代替我们。所以我们能够在死荫之地被这个救恩的光照耀，经历上帝的怜悯。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会说不会祷告，不会祷告。我说我自己也不太会祷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经历到罗马书8章26节说，圣灵用言语无法表达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带领我们祷告。圣灵常常托靠鬼带领我们祷告。我最常用的祷告就3个。第一个，路加福音17章13节说的：“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可怜我。”就是这样一句话。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，遇到许许多多的功课，主上帝啊，求你可怜，求你怜悯我。第二个祷告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：
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第三个诗篇23篇，你把它转化成你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生命的牧者，就让我没有缺乏。我需要青草地休息，我需要在溪水边得着饱足。你答应的，求你照你答应的施恩于我，让我的灵魂可以苏醒，看清这个世代，在属灵的征战中不会被迷惑，让我的灵魂精英啊，精英就苏醒过来，不要被3C 产品，不要被一大堆的赖，不要被一大堆的短片迷惑了，然后去求证那什么查证中心哈，不要被这些迷惑，让我的灵魂苏醒，不要被一些朋友好像很好的感觉，那就被迷惑了，要真实的经历到上帝你给我的灵魂的苏醒。我常常就这样，而且是在睡觉的时候，结果还没有到恩惠慈爱就睡着了。怎么祷告？因为我们要经历到天父上帝那奇妙的怜悯，光照在我们的难处里面。这个爸爸跟孩子的寓言第4句话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和平的路上，这是真实的平安。这一任的教宗在4年前讲了这句话，他说：“平安是使我们前行的恩典，平安是一种恩典，而且这恩典，这平安不是让你他坐在沙发上面很舒服，不是，这个平安是让你可以向前走的一个恩典。很多时候我们走不下去，磨烂磨内，真的是没有斗志。遇到一个大的挑战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讲道篇写完就算了，什么都不想做，放在那边就好，好，就等吧，就等礼拜6。” PPT 弄好了，知道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，放在那边。有时候你就发觉，好像是得平安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才让你焦虑，对不对？因为真正的平安是一种恩典，而且是一种让你能够向前行的恩典。你可以向前走的恩典，使你不会慌乱，积极面对十字架跟苦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，没有十字架的平安，不是耶稣所给你的平安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爸爸跟这一位 baby 才刚诞生的 baby 这个孩子约翰所说的话，你要真实的成为预备者，而且你自己要预备这些预备者的预备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。今天特别分享这位戴仁寿医师，是因为你仔细看他哪一天生日。戴仁寿医师明天生日，1883年在加拿大东边的一个小岛渔村那边诞生。他的爸爸是牧师，妈妈非常的敬虔，是一个小学老师。从小看到他们那个渔村有一个医生，他没有想去大城市，他就在那边守候着这些村民。那位医生，他从小一出生就看他，一直到他其实少年时期，那个医生年纪很大了，守着这个地方。没有去大医院，所以他从小就立志，我也能够当医生，而且要像他一样去不留在大的地方。所以他后来在伦敦大学的医学院毕业。在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时候，就像对不起就像台大医学院毕业的时候，已经很多你已经拿到医师执照，就很多医院啊，很多那个就要等着聘你。但是他把那些都辞掉，他跑到了台南。1911年医学院毕业，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到台南新楼医院。那时候新楼医院的院长是马雅各医师。1911年，马雅各医师年纪已经很大，好，那建立了新楼医院。他在那个地方前后8年的时间。后来他还来1924年担任台北马偕医院的院长。他在这中间特别到印度。因为印度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麻风病或汉生病或赖病，印度有很多次，他特别去那边去学习如何医治，然后回到英国伦敦医学院再去学习这方面，就回来不止担任马偕医院院长，还把现在的双年教会，如果你从锦州街
中山北路那栋双联教会，在1927年的时候，那是他买的地，然后他盖了一个专科的诊所、专科的医院。好，那时候连门诊都还没有，他盖了专科医院，特别为这些严重的皮肤病，现在说起来是一种另类的皮肤病，在那个地方。1934年，他经过了2、3年的招总啊，在美国募款啊，道地募款，在现在的巴黎。我们说到巴黎会想到左岸，想到渡船头。50年前说到巴黎会想到廖天丁庙，就在那个地方再进去一点，在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，特别是赖病疗养院乐山园，1934年。但是很快碰到了3940，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。这些你如果看这个相片，那个乐山园成立的时候，好多日本人哦，这个相片。那时候日本政府非常佩服这个部分哈，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合照。中间那一位就是戴仁寿医师。但是1940年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被当时的日本政府赶出去。战争结束以后，他听到这个院务荒废，1946年回来重设乐山园。但是1949、50年，因为国民政府过来，就把一些地方都占去了哈，而这个地方也要占据50几甲哦，全部这个要变成工地，要成为工地来放你。戴医师为了这件事情，还曾经跟那时候美国的总统艾森豪总统说：“哎，帮帮忙啊！这样的话，要为这些最弱势的，以前这种赖病、汉生病就放着，让他就自然就死掉，好像2000年前那些麻风病者。”出来的时候要跟人家讲说不洁净，不洁净，我是不洁净的，离我远一点。戴仁寿医师特别关心这一群，后来心力交瘁，1954年病逝，他被称为台湾赖病之父。他用他自己行医来为主预备道路，不只为自己预备道路，也为周遭这些最弱势、最需要的人，让他们被观念、被标签。被身体的惨痛，所有的石头，高高低低的山凹，想尽办法来消平，让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临到他们。所以，戴仁寿医生明天生日，他写了台湾第一本用台语念的医学教科书，这本就是现在还在医父的教科书。你要用台语读才读有，因为他用罗马拼音写的。用罗马拼音，所以读起来是台语的。这本教科书现在还在台南，是他所写，在台湾的历史上第一本台语的教科书，这个医父的教科书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主预备道路的人，圣灵会在这个人的生命中自己来预备。你为主预备道路，用信心来预备，圣灵会为我们预备，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，会在他的时刻 ，in his time， 在他所预备的时刻，圣灵亲自来做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最后一节80节说，这个孩子渐渐长大，就是在说约翰心灵坚强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在以色列人的面前30来年后以后公开出现的日子。盼望主也帮助你我。他既然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了，而且他会持续动工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，圣灵自己会完成，让我们真的预备好，耶稣基督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生命里面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到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需要主你帮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以便领受这极大的恩典礼物，就是在圣诞节有真实的平安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站立，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的祷告。愿神的国度和荣耀彰显。主，我们愿你来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
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姐妹请坐。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主的爱来奉献。奉献后，请徐牧师祝福祷告。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只因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在这个生命盘点和调整的时刻，求圣灵真的能够进入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用信心来预备，迎接生命中间最奇妙的礼物，就是在这个圣诞节期所领受的真平安，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相通、安慰、医治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在殿乐之后彼此请安，再离席。动摇的时候，我要紧靠。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相信你的道路